從5月開始，我哋越來越清晰感受到夏天曬喺皮膚上微微嘅灼熱，室外企幾分鐘就已經滲出薄汗。除咗解暑嘅西瓜、冰涼嘅雪糕，話有夏天最直接嘅降溫方式就係打開冷氣。不過溫度越調越低，電費單上嘅數字卻越來越高，溫室效應無聲加劇，夏天亦變得更加難捱。而如果你屋企嘅窗啱好朝西，下午3、4點，陽光傾瀉而入，客廳變成加熱中嘅蒸籠，瞓喺地板上嘅寵物都熱到係咁伸脷，拉上窗簾，斬斷陽光直射，卻失去咗藍天同風景。亞比迪誠意推介 3M 隔熱玻璃膜，俾你高透光性下兼具優異嘅隔熱效果，享受明亮採光與舒適隔熱，隔熱率高達59%，提高冷氣效率，節省能源消耗，響應環保理念。透光度高達69%，防眩光不刺眼，維持良好窗外景觀體驗，阻擋紫外線99.9%，避免皮膚光老化及家私褪色問題。亞比迪自2011年起服務超過1000個單位，包括但不限於銀行、機場、學校、住宅等。團隊每次施工程序都嚴格按照原廠標準，確保每個程序都合乎 3M 玻璃膜之要求。趁盛夏還未真正撲面，為你同家人貼上一層不將就的保護。3M 隔熱膜為你隔住炎熱，留住生活。